要合一间厝，无想要搁甲人斗市厝。专家认为 AI 题材一直咧鼓励股市创下新高，嘛互资金收集转向房市，互房价继续加悬。整个半导体行业占国内的一个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当然它也会透过在台积电以及科学园区的一个投资，那么链接到房地产市场。央行今日管制房市，正做这礼拜四理监事会关注焦点，市场推估达到含新地地区的第二号房贷成数，有可能会7成降到6成，以总计1000万的储备率，会当大金桥会700万变600万，多期款话会300万变400万，负担计8外盘。手上还有贷款的换屋族，他可能会因为购买第二屋而受到贷款上面的限制。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针对几年前购屋的一些所谓的购屋族群而言，如果他们手上还有其他的贷款，亦或者是他同于社区里面购买多户这一类的购屋人，他可能在冲击上面也会相对比较大。央行嘛可能分割管制，全国部分地区拢设第二号房贷限贷措施，迄只是降低好业厝的上计标准。同时嘛可能对新青安建设设限，管控青安房贷，避免民众炒房地产。出现了不少钻新青安漏洞的民众，那特别是把房子拿出来去做出租，或者是未来来去做转售。财政部确实是可以透过，比如说是户籍登记所在地跟这个购屋的地址上面是不是有符合的去做查核，只是说在查核上面确实是需要费一些功夫。央行第二摆管制，敢会当阻挡人炒房地产？得看央行政策工具敢会当发挥功效。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